若讲到佚佗物仔，迄就是大家人对细汉时啊上怀念的基地。其实这个博物馆呢，是阮爸爸的梦想，爸爸的梦想。那伊就爱收迄种囡仔佚佗物仔。其实每一项玩具吼，每一项佚佗物仔背后拢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我感觉佚佗物仔敢若一个桥梁共款，会当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还佫有囡仔，因每一个世代无共款的台湾囡仔的故事串联起来，拢会当甲心拢甲阮扣到阵。所以我感觉耍有足大的魔力在内底。大家若是耍起来的时阵，心拢连到阵啊。伫咧台湾早期，民国40、50年代，当时食穿无偌好，囡仔人嘛无啥物贵重的佚佗物仔，无钱通好买，就只好家己发明、家己做。好佳在伫迄当阵的环境，身躯边就有真侪物件会当来利用，就安尼大人做，囡仔看，慢慢啊就学会晓变怎做。所以迄当阵的佚佗物仔，大部分拢是囡仔人家己做出来的。即马回想起来，实在嘛真趣味。亲像较早啊，家己亲手做，上简单的就是看边仔有啥，伊就用啥物来做佚佗物仔。亲像这竹枪，用是用竹啊，甲树林甲扣起来，就会当变一支足够水的竹枪啊。啊，亲像这，敢打敲、菜管打共款，伊就用竹啊，甲内底切起来，加一个锁啊，伊就变做一个打敲，嘛是囡仔足好耍的物件。今仔日就互咱做伙来了解，较早的囡仔无电动的佚佗物仔，嘛无芭比红的时阵，因到底是拢在耍啥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常常听人讲吼，我细汉时阵，我做囡仔时阵，要不要来请教咱的观众朋友吼？你做囡仔时阵，究竟你拢伫咧耍什么款的物件呢？其实耍这什么款的物件，会当看我讲，其实你有偌资深的年会，现在啥款哦？今日邀请到两位内行人来到咱现场要来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大埔文创的创办人张朴文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朴文老师。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咱的玩具博物馆总监江义兴江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义兴老师。老师，像恁今仔日现场早呢遮尔多吼，这个收藏这个物件吼，这一拢要来甲恁请教。一开始啊，想要甲你请教张老师啊，就是讲吼，你嘛是收藏这佚佗物啊，收真济啊，而且讲你嘛真熬家己做，迄个原因是安怎来啊？其实收藏这甲做遮侪物件，就是我成长背景啦。因为我囡仔时是伫较特别，我是柑仔店大汉的囡仔。阮爸爸囡仔有生较侪西伯的。我是上尾的，所以顾较袂着。所以我真巧，但是无爱读册，真好耍。所以我有时间我就走去庙口。所以去遐庙口带囡仔咧生。去庙口练功夫啦。对，即老实讲，就是庙口是其实就是民间的迄个文化中心嘛，所以啥物物件拢伫遐发生。所以你就是去遐就是练功夫。是。安尼要请教就是江老师啊，就是讲，你即马正做一个玩具博物馆的一个总监嘛，所以你遮望到所看到遐物件，足济包含你今仔载这物件，有诶真正是。宝贝中的宝贝吼，今仔早来遮，嘿，国宝级的，为什么你有法度有遐尼侪这物件？其实这爱阮爸爸讲起，阮爸爸嘛是一个足爱收佚佗物仔的人，所以收有够多佚佗物仔。伊较早伫的时阵收3000几件，平常时看袂到的老古董，伊拢甲收起来，迄拢是较早细汉的时阵的记忆。所以伊的梦想就是要开一间博物馆，要干那。家己收尔，伊要分享给大家，拢会当算到。伊嘛是吼，在算即款佚佗物仔时阵吼，足大的成就感，你知无？敢若囡仔王共款，去庙顶骹，甲囡仔伴拢算甲足好的。所以对这种佚佗物仔是有特别的感情伫的。所以伊讲一定要开博物馆，互大家看到。这真正是青春的记忆，上幼气的时阵的记忆啦吼。安尼想要请教张老师啊，但迄咱早前啊，遐个就是佚佗物仔，虽然就是讲这物件是足古早，因为英国无通拍电动嘛，无电脑通耍，无亲像即马手机啊、凊彩买就有。啊，英国这囡仔早期这佚佗物仔大概有啥物款的种类啊？
其实较早的动漫吼，其实我分类叫做足简单，叫做就地取材啦。就讲你身躯环境有啥物物件，有啥物材料，你得变出啥物好耍的物件。啊，啥物季节有迄个季节的好耍的植物，伊就用创作出来。比如讲，阮台语较特别3月，伊就是用麦仔来做伊的稻麦搭麦仔。哦，阮3月麦仔哦，这3月才有的麦仔吼，这本来是2个笋吼。哇！啊两只小搭，有一只叫啥？一只搭出来啦。我伊个自投罗网，你两个是你，因那在平面这里吼，来教你教算一个好。来，对头家哈，那个哈，即马轻轻啊大头哦，唔好上大，安尼往上拉，来，这个搭尾啊。无一定较大只样哦，太水啊！这个做啥诶？这就是地方有特色的物件，伊就讲做这个，伊这啥样？伊这有一个网而且，所以蹭一层一直蹭起来。阮囡仔先去摕这来做创治人，对裤骹弄起来。咱弄起第一个反应是一直读，伊会愈读愈开，伊会撑得起来。这是一个做趣味的物件。对。4月到5月较特别，咱就叫做空气炮叫皮泡子，就跟这季节才有。所以伊每一个季节特别的物件。所以我讲这，就讲伊啊分环境，还是讲有佚佗有爬，囡仔爬树啊，伊冇爬到那个动漫，嘛有肉米小碎的生活，用做出来，所以动漫是做一分类的啦。对，你上有去的时阵拢咧算啥？囡仔拄初步开始一定是去庙口甲人算红仔票，搭竹啊，拍干乐，对，拍干乐。但是尾仔较大了，身躯顶一定要插一支叫做超级小刀，这支刀啊用拗开，你只要身躯边插一这支刀啊，你就用去田外边啊，找到哪，就用创作做最好耍的物件，比如春天。阮用做风吹，阮较早风吹，迄个年代无鼓仔年代，你知阮风吹安怎做吗？阮是用饭粒啊做鼓啊，所以叫饭粒啊风吹。用报纸落去挂出来。阮较早风吹，佫用拍电报。阮风吹飞去了，阮佫写一张许愿卡。写好了，扭去了，伊会飞去遐面顶。风吹收来是你的愿望就达成了。这是最特别一个动漫。对所以老师迄个时阵，迄就是较一般，就是咱就地取材，身躯边有啥物件，就家己摕来做迄个佚佗物啊。我细汉算过这，即马叫做红仔仙，有人叫伊绕切切。斗鸡红仔是。斗鸡红仔。我嘛有捌算过，还有拼拼，即马囡仔嘛叫拼拼，伊就安尼打，看谁压在上面，伊就算赢。算赢就对啊。因为其实我细汉时阵，我嘛是捌算过，囡仔时阵拢爱摕迄个鱼饼、迄个铁鸭肉无，规个迄个食饼、迄个鸭肉吼，拢会收迄足济，就规桶安尼吼，来输赢你来赢我食，我全部拢是安尼。除了这以外，听讲江老师今仔有炸一个是古董级的是。50年代国宝级的红仔仙，迄阵较早吼，你若要看红仔仙，看伊的头壳，敢有一个小圈圈无？伊若有吼，迄个圈圈若伫的，迄个就较宝贝；伊若圈圈若歹去，安尼就无人要伫啊。对，较早迄种大仙的叫做天霸王。天霸王，迄个倒滚落食，才有法度换一只迄。倒滚落食才有换一只，所以迄个其实是等于讲是阿公时代就出现了对啊啦。所以大家时代拢无共款，材质拢无共款。你像迄是啥物款的材质？迄较早叫做赛璐璐，迄是较早塑胶还未发明进前，用樟树咧内底，用内底伊用赛璐璐是塑胶的替代品，塑胶的替代，所以后来就无啊，后壁就无啊，后壁拢即种的，对，就是用这款透明的这款对。安尼我想要请教就是江老师啊，就你的迄个了解，你所收到迄个天霸王迄款的红啊，因为伊做遐尼大只，迄个红啊。伊通常做迄个度是啥物款的度？较早上开始的时阵，伊是为神像，还是讲为故事民间的故事内底去发明出来的。伊设计出来叫做人物，敢若三国啊，还是讲水浒传内底，拢有即款人物出来。对，后壁才各式各样的无共款的事件的明星安尼。继续来请教张老师讲，咱这佚佗物啊，敢有法度家己做一个分类啊？
伊会因为环境。哦，所以伊有一个环境的档案。哦，这个环境比方住山顶，伊有山顶的环境。哦，原住民因拍啦，哦，打猎，囡仔就学啊，就来做工钱来吃。哦，还是讲咱住海口，伊用蚵仔壳啊，做拉壳来做伊耍的物件。较平地伊就是用平地物件来处，所以伊有环境的玩具。讲伊有植物的，用植物的物件来耍，比如什么叫植物的？阮囡仔先放学先是要行半点钟才到厝，所以阮唔哪行到哪算挽迄个草啊，2个咧揪草包哦，拍角扭咧，登去迄个水位啊，哦，还是讲去挽咧牵牛花，哦，甲叫的时，阮就揪的就等咧叫较伊就哪降落船呢，吼，所以伊这嘛有植物的环境吼，当然假日咧较有用心的，咱讲超级小刀架的，就去出碟啊，吼，咱就来个升一支吼，咱来表演一下吼，这就是屁泡器，哦，传说中的。空气枪吼，这支吼，我头嘛是要来参加节目先多就地取材去办来吼，哦，伊就啵一声，哦，这就是屁泡器，电脑边都有这张，所以这就是伊环境咱来创作出来的一个玩具啦。老师是什么碟啊？这啊，那名这边拢贵碟较济，伊较大网，较大汉，碟嘛较薄，较好做。阮囡仔先是用麻碟，搁较薄，但是过两工就爆去啊。对，所以其实这些物件拢是现做现耍，真正我无就偏。当我的精神就是安尼啊，就地取材吼，歹去才个做得好嘛吼，所以伊较袂讲较贵重啦。对，这就是其实拢是就地取材，大部分拢是一寡食物类的，拢是爱食物类。嘛有像咱较早囡仔讲要做竹啊枪吼，竹枪吼。灶骹就有啊嘛吼，阮就去灶骹拿2箱吼，就做这竹枪做耍了。但是吼，迄个食饭时就去人骂，你佫减2箱低去啊，就是摕去做竹枪。即摆就是拢食便当，所有迄个免洗餐筷，所以较容易找到这样物件。对，我有看到迄个机器人，迄是大概是啥物年代出现的啊？其实吼，阮博物馆用时间来甲玩具做分类，用。每个时代有轻调较早的，有日本时代的，有450年代，有这你拄则讲的这780年代的，对，迄只叫做火星大王。火星大王。对，迄个是较特别的物件。迄个机器人呢，伊会当洗。较早的吼，拢无电、无发条、无齿轮，伊要物件要算起来，要甲玩具要动起来很难呐，你要先动手。所以吼。伊就用即阵较早做这个时阵，伊就敢若小朋友梦幻逸品共款，对，伊会当洗起来底下放剑弓安尼就够直接。对，迄个边仔佫一个迄个大童宝宝哦，迄真正是时代的目屎啦，因为咱看到迄个大童宝宝吼，阮兜英国嘛有，就是迄个用灰仔做，迄个超大的，大身的对啊，后壁开一个孔会当落钱啊，对啊。咱个上较特别的吼，爱甲观众朋友讲，为虾米迄个大童宝宝伊手拢摸一粒迄个车橄榄球对无？对。这只吼较特别，51是头一只的大童宝宝，是民国58年的时阵，大童公司51年啊，伊出的头一个台湾的企业宝宝，所以伊有真特别的意义伫。较早吼，迄个时阵，敢若美军俱乐部拢伫中山北路遐，所以迄个时阵上时行的是橄榄球，毋是讲阮讲的国球、棒球，还是讲其他的足球什么东西。伊是较早上时行的是橄榄球，所以伊为迄个时阵开始就摕橄榄球，一直到今嘛拢是摕橄榄球，对，这是时代的象征。对既然就是迄个大童宝宝摕一个侧杆球，其实有伊的历史背景啦吼。因为若讲到迄个布袋戏红啊，其实我对布袋戏红吼，对我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我会记得我国小2年的时阵吼，我迄阵啊，阮住英歌，拢会去台北车头有一间就是迄个百货公司嘛，迄个叫做摩天大楼一间百货公司。迄阵啊，我会记是4楼咧卖佚佗物啊。阮爸爸讲你即届考试考第1名，你要买啥？我讲我无要买啥，我干要买迄个布袋戏红啊。阮爸爸拢讲我袂使买哦，了后落来我是意个，讲你讲要答应要买互我是，伊食买价时阵去台北时阵，就去买。迄段时阵已经过年啊，拢规个拢换掉，所以是迄个柜台小姐去仓库去找迄个布袋戏红出来，特别吹出来，对，特别吹来，甲伊买迄身迄布袋戏红。所以我迄阵啊，就是要求阮爸爸买互我的迄个迄个佚佗物啊，头一项物件就是迄个布袋戏红啊。记忆就深。对啦，记忆就深，即摆到迄个阮兜。吼，就是用茶刻的。你请教江老师，为什么迄个时阵啊，台湾人会耍这个布袋戏红啊咧？
较早的布袋戏啊，有用纸粘箱，用茶刻的，啊，佮后壁这种用塑胶做的，塑胶的，敢若水盐纹啊、温州大乳夹，迄拢是较早用塑胶做的。啊，佮较早金光戏的时代，时阵就是用茶去刻的，迄较无共。啊，亲像这身嘛是阮爸爸的梦幻逸品。梦幻逸品，伊讲较早吼，咧佚佗物啊，要做公仔做，较无咧做这只马身。伊讲吼，有囥这只的，伊敢若看到这身尔，啊无厂家要愿意割爱就对啊。伊讲这身有够喜欢的，有够爱的，结果吼买无，买总无钱，伊想讲少欠一个好啊，欠有钱才来买，结果人就买袂啊，所以伊囥在心内就久的。后壁阮甲妈妈咧经营的时阵，看到这阵，阮就一定要甲收起来，规组甲收起来咧。所以较早的布袋戏行啊，对小朋友来说，对男生来说是足大影响共款。这个台湾人吼，算这个佚佗物仔内面出现的布袋戏吼，会当讲吼有迄款的文化甲历史背景。咱即摆要是先休困一下吼，后一段要来讲，这佚佗物仔甲囡仔之间有啥物款的连接的，咱先休困一下。讲到这个较早吼，囡仔时代佚佗物啊，每一个人的囡仔时代拢无共款吼。要来请教到咱的张老师啊，就是讲吼，即做细汉的时阵吼，听讲有真侪迄个佚佗物啊，是囡仔家己哪帮哪算，等于讲是家己发明出来的心。是，较早的囡仔一定是先看人安怎算，啊人教咱安怎算，吼，啊教咱安怎算，咱会晓算了，吼，啊咱就会想要去做嘛，吼，啊会晓去创作。啊，即个囡仔大家拢会变规变怪，就讲，你做安尼，我就要做更较好。比如讲，咱来讲即个创作能力，就讲，咱较早迄个射手那个竹枪，有人要射一发，伊就开始啊设计用射连发的，吼，啊，所以伊就做机关啊嘛，啊，所以即较早囡仔伊有创作能力是安尼来，伊会想要去做改变，哦，啊，比如讲干乐嘛，讲我较早囡仔是在家写干乐。哦，出迄茶来写干乐，伊嘛要做造型啊，哦，还是讲要安怎各用较高档啊，哦，这就是较早的创作能力啊。嘿，像张老师啊，你即马应该嘛是有接触到真侪迄个囡仔来遮甲你算遮古早即个佚佗物啊，啊，遮个囡仔就是讲，你咧教因安怎做时阵，遐个囡仔因通常因的反应是啥款？基本上吼，我即马遮个古早同阮摕出去算的时候，现代囡拢惊唔敢去摸，伊哩伊唔知要安算，要安落手。啊，第二，爸母拢甲讲唔好白摸，算歹去，爱背人。所以我出去拢做我了，摕来算歹免背不要紧。哦，因就敢算嘛吼，啊敢算伊袂晓算，那教伊安怎操作。但这操作过程了，伊嘛是歹去。过来第二阶段就教伊安怎修理。吼，会晓算了，我教你安怎修理嘛。吼，啊过来会晓修理了，像我伫这下，我嘛开一寡课程，我教你安怎算，安怎修理了，我搁教你安怎做。所以这是阶段一阶段来了。哦，咱将这个精神啊传到这个后一代，伊就讲物件会晓算，会晓修理，会晓做。哦，啊，所以就免惊人算了嘛。哦，啊，你若讲当然古董，这他江老师做一古董物件，迄个较宝贝吼，迄可能就比较算歹，啊，较宝地地。但是我感觉江老师这边做好就是讲，因国敢摕出来，大家去摸去算哦，这是一个做好精神啦。无法度，大家拢懵着啦。我知啦，啊，但是有诶就说的做已经真济啊啦。迄咱讲宝地地，咱就咱就无可能人啊摕到。你像我一寡较宝诶物件，我嘛是唔甘嘛吼。迄生歹一项就减一项。哦，啊，你这得较差的物件，这咱讲的这读刀加做这物件好，迄个料做好找嘛，做好做。对，这物件其实有伊科学的迄个原理，啊，比如讲有物理的迄个概念。对。像老师啊，简单介绍你今仔载这个物件。好，咱即摆先来讲吼，其实我这玩具吼，我来讲，伊有的是生意人演变咱个玩具，咱较早讲，咱听到这声叫做。这波浪鼓哦，对，玲珑鼓，这较早是袂十岁啦，啊，伊无麦克风嘛，伊无咁规条路，你话讲袂十岁嘛，是会喙大，对，所以伊用声来吸引你来袂，就早讲袂十岁来啊，对，啊，像咱咧洗时吼，有诶讲这就是袂限制的啦，啊，有诶袂面地啦，伊用这声来吸引，还是讲袂个这个声，啊，咱过来讲较科学的吼，咱来讲这个，这吼你听，即摆空吼，安那分就一声，啊，伊这还啉水，然后我讲话讲久，我嘛会喙焦吼，这叫做水鸟笛吼，这足神奇的。
伊马上变鸟仔声。哦，这就是一个科学，伊利用水波动的原理吼，把那个音质改变了。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水鸟笛哦，这个科学的吼。啊，过来，这个物件，来，你等下教，你等这支教你吼，你等下摸者就好。我这个物件是针对3岁以下袂晓算的啦。阿姨，你捌算过这吼？啊，蒙开，2岁。往开来吸开，哦，这就是咧改变嘛吼。东莞你就是要去做一个创新的物件，所以我伫东莞这边，我嘛是做一寡科学创新的观念的物件去哩。咱讲这支莲花的，我头个比这支吼。莲花。这传统的是一支，对，一发啦吼。我囡仔是捌做过这。其实吼，咱大家拢头看步，伊这后壁照你的三角这样挂树铃。伊挂树铃就是做卡榫，就是卡蛋的。头前装一发，后壁扭一发，扭一发这样。所以你用装5条，伊就用做5发，啵。啊，我这支就是有改良过。哦，这支改良的时吼，咱一般树铃拢会挂伫手的吼。我这边仔是用放树铃啦。啊，树铃了后，伊嘛是共款，只装一发，后壁装一发。啊，伊就用做啪。啊，伊用的时，伊个用。我即摆譬如我用这支就好，我这支用关保险，你安尼关开先吼，伊安怎写拢写袂出去，都较安全的设计，这就是进化，咱做一个进化的观念，对，大家是安尼，老师这是啥？这个吼，伊这是利用斜坡原理，这是日本玩具吼，伊就安尼伊会下楼梯，伊落楼梯。好，安尼，我想要来请教着江老师啊，吼，就是因为这古早物啊，一定嘛是互这囡仔来去参观恁遐时阵，一定会提出来甲因分享、甲因算啊。就是讲，但是吼，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像咱定定伫咧外口吼，看迄个爸母带囡仔，比如讲去餐厅啦，去倒位佚佗吼，去食饭的时阵吼，囡仔伫遐吵的时阵吼，就是为着要吼防止吼。别个人吼，比如讲，人佫带囡仔佫吵的，吼，别人会念啊，就是咱家己囡仔，咱可能就是怎讲伊的个性上，但是别个人无一定遐尔啊优先时阵，爸爸妈妈赶紧提出伫囡仔的至宝，就是手机啊，互伊吼，提出互伊啊。虽然呢，准到啥个什么 YouTube 啊，什么频道啊，随乖乖点开始伫遐算。你讲有迄个当着迄囡仔去教恁迄泡泡馆了后，伊讲为什么我摕这个物件？为什么无迄个电子产品，就是迄种光影来甲我成？你捌当过这款的情形无？其实吼，阮伫遮咧介绍这些老玩具的时阵吼，先用故事甲成。敢若声光电效果，赶快用戏剧的方式甲写起来，伊就感觉这故事足趣味的，伊就较愿意去算这寡老物件。但是呢，要互因家己动手算的时阵吼，因就硬去，伊就唔知影为倒位开始算，敢若无学1、2、310大开始，伊就唔知影讲要为倒一项开始算，像安尼排咧，伊就会讲我敢会当忘记，还是讲会惊安尼，所以阮嘛是爱鼓励讲囡仔爱放心好算。我感觉真特别的所在是老师甲家长吼，颠倒较介意讲，恁家的物件拢免插电，拢互伊暂别3C，莫伫遐口算3C，因为阮常常甲家长还有那个囡仔讲囡仔莫紧食。算嘛共款，莫紧食，3C 嘛就好诶。即寡不插电物件，佚佗物啊嘛就好诶。拢爱好算着，伊的人生的经验，伊才会较丰富，伊才会知影讲这项是要安怎算，这项是要安怎算，规个成长的过程才会完整。所以阮咧教的时阵，拢会甲即寡老物件，甲即摆的故事，甲即摆真实件的教育的 STEAM 玩具，嘛会甲结合在一起，甲物理啊是啥物拢会包伫内底，互因了解讲这毋若是算尔。搁咧学习，安尼较有趣味。对，想要请教老师啊，像你咧教这个囡仔，你就是看这个囡仔伫遐做这佚佗物啊，或者是讲算这佚佗物啊的时阵啊，你认为讲今麦这个囡仔哦，面对这款家己做 DIY 这个能力，你认为讲真欠缺啊？我感觉现代的囡仔真诶，家己动手咧做是足少的。这可能跟咱的教育有关系，因为照我所知，咱较早咱那年代是逐礼拜拢叫做美劳课。对。吼是啊，较老美劳，较早囡仔会堪要受伤，你知道无？即摆囡仔袂堪要你挂一空你就倒啊吼，咱讲挂一空啊吼。那阮较早是迄支超级小刀扎的，拢会挂对无？阮受伤做好简单处理的啊。
我咧大哥哥教人讲，啊，你叶仔摕来包开就好啊，你就念红姜青、红姜青，念手语念就好伊啊。所以我自囡仔挂大汉的啦。啊，即摆囡仔是袂堪咪挂一空啊，所以因就是这个机会较少，所以即摆拢做啊，因去敲敲打打，用做的，基本上是用念的，用做的。但是因咱比如讲我做一个玩具内底是有锁啊，伊只要拄到有锁啊，就倒啊，伊拍开袂晓偷夹。我感觉是上基本的。偷夹的一个对咱讲足困难的，因为拢生山西惯势吼，因为拄到这啥无啥会晓。我是感觉这咱来去推广童玩的同时，就讲教囡仔要安怎去做创作、做解决问题。其实童玩伊就是教你安怎解决问题啊。咱自细汉爱训练你，这是我感觉一个童玩的精神，爱去来传。以我家己本身的经验，因为细汉时捌做这啊，因为迄个学校讲迄个美劳课嘛，是讲做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吼。其实若是囡仔家己动手去做的时阵，真侪家长看到你袂晓做时阵，伊会来甲你斗相共。照我所知是足侪拢安尼。对。啊，当然啦，就是讲我甲讲斗相共，就是爸母虽然就是会当斗相共，因带嘛。其实我感觉有当时吼做这物件吼，会当增加因迄个爸囝吼，还是讲迄个爸爸妈妈跟囡仔两个之间迄个亲子的关系啦。对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讲，其实除了这3、4以外呢，真侪物件，吼，就会当有迄个无共款的互动吼。所以这一报出了后，你这物件爱先去 DIY 包先传起来啦，可能真侪人要甲伊买啦，真侪人要买啦。啊，讲到吼，这个趣味的生活的这个佚佗物啊，无形当中会当提升咱囡仔的创造能力。咱后一段要来讲这个佚佗物啊，除了一项物件会当安尼算以外，甚至有无共款的佚佗方式哦。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较早车山链啊，吼用磨的，啊大人就提车来做好耍的跑车，所以啦，但是只要水啊啉落去吼，这就是摇麦芽糖的。这位是张朴云老师，伊伫咧厝里有收集真侪佚佗物啊，互来教伊遮的小朋友，拢会当耍到毋捌看过的物件，真新鲜。这里玩具不用装电池，而且还很好玩。这是最后剩的龟龟。我来老师这里玩到古时代的玩具，这个在外面都看不到，我觉得很有趣。台湾童玩有分几个时期，就讲早期，迄落登山过台湾的这个时期吼，啊，有外来文化诶移入的时期，啊，甲较现代。那么童玩有分几项，就讲就地取材。那就地取材有分耍的，就是讲用物件去变出来；还讲食的，就是讲咱即摆工业社会了后，这个台湾童玩就渐渐拢无去。这是一个足特色的文化，咱若无去做拍耍，我就开始去想讲，将这物件搁重新来做出来，让大家去耍。伊就对这个物件产生兴趣了，伊后盖大，就有法度一代搁传一代，这是我感觉童玩的一个精神。即摆的囡仔，啥物拢有，啥物拢方便。若是无的物件，想要爱的物件，摕钱去买就有。啊，若是早前的囡仔，欠啥物物件，就家己动手做。甲即马比起来，上无欠的，就是家己动手做出一个佚佗物仔，所得到的成就感，也佮有单纯的快乐。咱我知影讲吼，你细汉时阵耍啥物款的物件吼，是你青春的记忆。像我细汉的时阵，捌伫咧田里控药、控番薯，所以迄是我一个足美好的做囡仔时代一个快乐的记忆。我要想要请教着两位老师，先来请教江老师好啊啦。你收遮尔济物件吼，遮个迄个佚佗物啊吼，有搭一个互你印象足深的，有一段故事伫遐的无？除了拄则讲即阵布袋戏红啊以外，即个我嘛真特别，即个是。鸡毒米，唔知大家有看过无？对。这是较早50年代即马传到即马的。较早鸡在台湾的农家内底，做田的内底是鸡是起鸡，有迄个吉祥的寓意伫。啊，五只生生不息。比较特别的是，较特别的所在是即个
这个房啊，这个房啊是较早的甘蔗房。哦对，甘蔗棒，对，甘蔗房。伊的纤维足大。对，有一个囡仔会较早会偷摕迄甘蔗，我有过。对，乌龟车顶悬，甲揪一寡出来，啊，迄甘蔗做糖了后，伊就甘蔗棒出来，啊，这甘蔗棒较早就无效啊嘛，伊就来做佚佗物啊。啊，这个吼，阮收藏伊的历史吼。历史阮找足侪资料的，真侪人讲唔知影这个物件到底是倒位来，所以阮就去考究，去寻讲这个物件到底是安怎，阮就用云嘉南平原遐去找讲，哦，台糖迄甲这是有关系的，所以阮后壁才知影讲，哦，原来每一个老玩具内底背后有遮侪故事。对。江老师，恁即马就是做一个玩具的一个博物馆，除了就是讲爸爸伊这收藏这物件，有爸爸的迄个心愿伫遐以外呢，也像恁即马博物馆伫咧经营啊，即个运作啊，恁亲像一个博物馆，因有想咧想要传达互遮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就是想要甲因讲的遐个代志，啊，像恁博物馆咧。其实这真拍算是讲，阮爸爸吼做到一半，伊就过身去啊。所以伊敢若讲一半，伊的梦想敢若讲一半尔。所以阮在想，阮要安怎甲这个博物馆做甲更较好。所以阮后壁阮看囡仔甲佚佗物仔的关系内底，阮就咧想吼，阮想要推广的是游戏平权。囡仔会当平悬平啥？平卖经食，啥物物件拢爱算着，互伊的人生的经验更较丰富。啊，搁有啥？无共款的所在，有一寡城乡差距的所在。阮用会当刷叮当的博物馆，阮甲车开到迄个偏乡的所在，带遐个囡仔耍，伊才袂讲移动出来参观博物馆是一个足费时间啊、成本足悬的代志。阮去找伊耍，伊无法度来找阮耍，无要紧，阮去找伊耍，做伙斗阵耍安尼。所以阮想要做的代志是做游戏平权的愿梦想。因为安尼囡仔就是不管就是去恁遐佚佗，还是讲恁刷叮当去找囡仔吼，去佚佗时阵，囡仔甲恁回馈，即个讲，比如讲遐学习遐资料，讲回馈互恁呢，就是讲囡仔的部分，因是感受是啥款啊？好，这是甲张老师拄则讲的共款。每一个所在的物件拢无共，现成物拢无共，自然物拢无共，所以阮去偏乡的时阵，有一寡山地较有的迄种材料，敢若竹啊是啥，因就用迄来做，阮就甲伊创啦交换。因有荡秋千互阮，啊，阮嘛互伊一寡阮的物件，所以阮交换了后，台湾的所有玩具阮拢有啊，安尼，所以阮毋但是咧巡回台湾，嘛是咧收集台湾所有的物件，所有。大个所在无共款的玩具。今日这部真正是厉害，会用无共款的物件互相交换，到最后你真正就是收集起来，迄真正是台湾上界大间的迄个玩具博物馆，上济全，大间济全，真正是济全。在地资料上济全。对，在地上济物件就是伫恁遐。啊，要煞来请教张老师啊，像你安尼有收遮尔济这佚佗物仔嘛，家己创作这新的这佚佗物仔，有倒一个你印象较深的无？其实我头讲，阮较早年代是较物资较无遐丰富，所以拢要家做。啊，今仔江老师带这铁壳玩具，其实阮上稀罕的啦。所以我有一个机缘，我是4、5年前拢定走这个中国大陆了。我去发觉到因遐一个所在拢是铁壳玩具。啊，我本来是去做生意卖完，我全卖钱，全拢去买遐铁壳玩具，我买到等来，我感觉物超所值啊。所以我即摆厝嘛收做一个铁壳玩具这。啊，所以收这是我感觉较难得的啦。请老师甲咱介绍，这是啥物物件无？好，我会去画这个物件，其实伊嘛是一个因缘机会来讲。我当初我嘛是甲这个张老师爸爸伊嘛会去想问我，咱要做一个做一东莞的一个馆的物件，咱要去做记录甲迄个收集嘛吼。我先来开始想讲，我到底生过什么物件？我先甲用记录讲，我生过80几项，我再引起我想要去用画。啊，我想要用画，因咱定下去来讲，啊，阮较早算啥，伊无画面，所以无感觉。我讲，安尼我就来用画，用迄画出来先。咱即摆人讲啊，这囡仔即摆出来，伊一看讲，哦，这就是踩高跷。啊，咱较早就用无连管啊，钢空啊，白扫啊，啊啦，带山顶伊就用鉄鋼，来绑吼，然后就对我画这吼。啊，这上简单的嘛，咱较早拢会晓做纸风车啦，啊，这面顶较早用一粒青仔纸啊钉落去，伊就夹掉的嘛，风吹就走啊，我会去画这物件吼，其实这就是嘛拄仔一个因缘机会，就讲，
我写尾来几项了，我开始咧画。迄阵啊，拄我爸爸带病的时阵，有时间照顾，迄一工人画5、6张，啊，就跟用手画到尾画100张。啊，其实我到尾啊，我嘛咧做，咱这讲叫做带着同行拍鼓，我是几年前嘛咧做这个活动吼。其实你走的过程当中，会去收集到别位人生的物件，敢无共。所以我即摆手内搁做侪，也无画。来讲，我即摆目前可能无收藏侪，但我可能有一寡资料，用搁继续画咧。后盖我即摆目前嘛有出一本简单的迄个出版品啦吼，一本。但我感觉应该搁较完整，我后壁想要用一个手啊叫做 Q 版的画法，让现代囡仔。真清楚，因喜欢画 Q 版的，因为我本身嘛是算美术学科毕业的，所以我对画这有趣味。啊，我用这 Q 版的来做一个传承啊，囡仔讲，较早人是安怎算，算什么物件？对，这个简单啦，这就是讲较早做竹签，我们劈好神啦，劈好神，对，好神啦，对，较早好神坐到哪啥咧？较早迄个环境就无迄落吼，啊，所以四个拢好神，啊，阮兜佫开柑仔店嘛吼，啊，卖咸鱼啊，无卖水果，我好神一大堆，啊，就摕来做劈好神啦吼。啊，所以我枪嘛做准的哦。阮兜天棚老板啊吼，手漂就漂掉了吼。啊，这个滚铁圈哦，其实滚铁圈以前哦，这个铁圈，咱较早迄落较早的水桶，拢是用汤箍掉的。啊，用久拗掉呀嘛，啊拗掉咱扣上，咱唔敢单掉，伊就用这汤箍来做一个迄落，大囡仔去算铁圈。哦，啊，即摆这汤箍较困难，即摆拢用轮圈。用脚踏车轮圈较好滚，所以滚轮圈，对。这我头讲，我伫庙口练功夫就是练这啦，圣人阿飘啦。这圣人阿飘技术做，伊就是规通内底干唱一句，你上班将迄句送出来，送出来迄头拢你个啊，算到尾啊吼，赢成绩唔敢转去，唔敢早定，拢唱掉的，无等个爸爸拍，你搁走去。搞去升牌啊，就这样，做高赢，愈大汉就愈好赢，所以拢唱的吼，这生行嘛，你庙口个生产生得主啊啦，拍筋肉嘛，所以我拢去庙口练功夫啦。庙口练功夫，这做胶片啊，伫我人生记录当中，我捌一支电咧条真咧胶给它劈掉吼，从此以后我唔敢劈胶啊，那本是好奇要劈，劈到迄只胶过3分，因为手力较无够，3分钟了迄只胶拿6万，从此以后我唔敢拍胶啊，杀生啊，惊到啦吼，阮较早胶片是用白蜡画，是用白蜡画啦吼，白蜡画伊较定身较就是，伊的开画较快。一般画用开较细呢，你要找较开画，开画你漂才袂去倒单嘛，所以用白蜡画做，很慢的画较好写啦，你打起画就较定身较歹做啊。这物件吼，英国敢会去想办法甲伊保存来？其实这个物件吼，较早东莞拢是较容易取得去写做出来啦吼，保存其实嘛无所谓保存，反正拍影馆就是去做尔嘛吼。即摆做侪物件拢是我搁重置的啦，吼，我拢重置。我当初要做这个，我是拢用基地去重新把它一个一个做回来。因为我感觉有啥物材料，我就变啥物物件。讲到这个保存的问题吼，当然是博物馆应该是爱当掉的这个问题，像拄则迄个鸡仔剁米吼，后壁上迄甘蔗棒，甘蔗棒久来伊若是输着水分，会碰久碰讲吼，规拢安尼碰起来安尼，安尼博物馆要安怎保存这个用实物所做的这个佚佗物仔咧？对，茶会惊淡，茶会惊空气内底淡，像我即马这个，大家毋知有看过无？这个是翻版。嘛叫做翻花梯，安尼敢若有看？就是伊真趣味是内底都有开花啦，我顶下看有开花啦，都有花。这50年代保存到今嘛，伊会当讲安尼，这灵活是就无简单，因为较早这是手染纸，亲像这个物件你都要搁记保存茶的，搁爱保存这个纸，这个纸是最容易凹去的，所以阮有几落个是遮拢歹去啊，所以这个大家保存的时阵，定定爱甲它拍开。爱好通风，才袂讲放喺内底凹起安尼。对，所以逐个物件拢爱特别去顾。亲像较早的红仔票、红仔线，迄拢是做较消耗品的，袂讲用偌好的材质去做，所以迄真容易褪色，也是讲容易皲裂安尼。所以迄拢爱特别开空调，互吹凉凉，因
伊嘛较袂较袂有变质的问题。哦，较袂有变质的问题啊！当然啦，这是博物馆，你就是因为年代愈来愈远的时阵吼，恁可能爱做的迄个保存的工作会愈来愈多啦。为着要保存这吼有历史意义这物件吼。啊，搁要互囡仔看。嘿，对，要囡仔看，所以吼，这博物馆吼，观众朋友爱多多支持啦吼。啊，要像请教老师啊，像你拄仔讲到，就是讲，即马规岛顶遮拢是你另外搁在开发的即马吼，结合古早啊，搁即马现代，算是款文创商品啦。让请老师简单介绍，听讲嘛有甲迄个花圃，哦，迄个花，迄个破兰花结合的这物件，咱老师甲咱介绍一下。好，其实吼，咱东莞伊就是一代一代的时代在做变化啦。吼，啊，咱这10年来，即阮拢咧讲文创嘛吼，我就对着这个时代，所以我就是讲，啥物叫做文创？就是讲，咱结合东莞的精神，就地取材嘛。啊，阮大家讲者就地取材，我当初第一粒收到是一粒甘露，迄是朋友摕我看，是宜兰的。啊，迄粒宜兰的足特别，伊是用弹弓啊来做甘露芯。吼。啊，我想讲伊用弹弓啊，用罐头弹弓啊做。啊，阮大家茶上济，我怎啊用这个茶，来啊变一个东莞，我开始来设计这点。一头单头有算个这甘露吼，伊这单纯的是甘露嘛吼，啊，因两片我这吼我所设计的，甲用的 DIY 精人，伊完全无用膏啊，所以伊用绑来绑去，啊，你也像这2粒的时阵，这2片啊到做伙时，伊就变一个溜溜球，溜溜球，啊，有一天阮的囡仔吼，伊就来算，啊，阮就变安尼。安尼叫安尼穿裙的啊，安尼叫跳芭蕾啊，安尼穿裙的跳芭蕾，啊了后就变做啊，如果跳几样变4轮动力车无？有可能啊，啊，若个叫咱较早迄落啦，迄线轴吼，叫一树顶，伊就变发吊车，所以我这做材料伊做单纯的哇，啊，嘛用做咱个车轮，这个车轮，啊这我讲过年吼，迄画高价画咧，就用地豆到地图啊吼，这个幸运罗盘。啊，今仔先人买洗碗，啊，逼着人去洗碗去倒粪扫，袂歹吼。啊，过来我配合花博这吼，我就开发一支这会开花，这我今仔想要生个一个摕科玩去机落去开花，另外有一支了，我就改良，就用这。这个花飞花舞吼，这会开花吼，啊，咱这花博先我用花博在做吼。即摆风凯伊就是做凉风扇，他是做凉风扇哦，即摆做会飞吼。这条把所以做叫啥去？这就是一个新的改变，讲从传统的竹蜻蜓，我就变一个花，对吧？啊，咱这个国旗的我马上做一个。我元旦时开发一个叫做升旗降旗，安尼升旗降旗。我即摆咧开发世界各国的，咱观光客啊，趁观光钱，咱用做日本、做加拿大做的，所以一个东莞的创新啦。这就是我创新的部分。对，讲到这个吼，东莞的创新啊，会当看到江老师啊，个张老师啊，其实因为着这因的古早七套米开真侪新鲜，因内面开偌侪新血，有偌侪传承的故事呢，咱小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刚好之前我捌讲过吼，这用目睭看、用喙讲，比什么代志搁较紧。但是事实上，你若用手来去做吼，真正开心来去做，你发现讲吼，这内面吼是万底深坑啦，真侪代志拢必须爱家己来学习。先来请教到咱的江老师吼，除了讲爸爸遐物件想要分享吼，大家来看。啊，你咧做这博物馆已经碰到这个困难了。从一开始的时阵想讲规气甲关关的，实在是伫咧台湾收歹经营啊，实体的展览馆，其实自上开始的时阵，有一寡人佫会想讲哈，看嘛爱钱哦，还是讲算一个嘛爱钱哦，无愿意购票入馆对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爱甲大家讲，这是文化的保存，你是要安怎甲大家都推广咧？对，所以这是阮头一个关卡。那第二个关就是讲吼，遮的物件实在是就歹保存的。每一个不同的季节，
逐年拢爱甲画一个主题起来，所以阮后壁到后来拢是学策展，还是讲画档，甲囡仔带入来。带入来了后有新的物件好看，才袂讲啊，我顶摆来博物馆嘛，算一项，啊，即届嘛算一项，安尼袂当。所以阮爱去想足侪无共款的主题，像譬如讲，即届是木头主题，还是讲即届是啥物塑胶的主题，所以甲囡仔带起来，伊才会感觉好耍，好耍伊才会想讲要甲这个故事传落。对，这是阮博物馆咧经营的所在，较困难的所在，要安怎甲真正甲运营下去安尼。特别是民间的博物馆，所以等于讲吼，伊是要做啥，其实拢爱家己来啦，吼，都爱家己来。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讲，其实咱真侪民众其实观念，唔管今日是去公家的，还是讲去私立的这博物馆，其实拢爱去了解讲，其实爱学习就是无共款的尊重。其实这是真侪人必须爱学习的吼，就是尊重无共款。想要接下来请教老师讲，其实老师你做这个佚佗米啊，你家做文创商品以外，听讲哦，你有做迄个整地艺术是吗？是，现在去做这地景艺术这大项的，就讲，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我是要做艺术家啦吼。但是我的特色是，我拢将这个动漫放大。咱较早囡仔时吼，生一个叫做啄木鸟。所以我就这届我伫北下场，我做大只啄木鸟，变大只。较早有一种玩具叫做狗的背梭啊。我就说，我顶年做一只石虎50公斤的，2重树中，牛后骹伊就造成咱头前这只吼，伊是会使叮当的。所以这只是石虎了。对，这只石虎，咱咧保育石虎嘛，所以我这只个奔跑吧石虎，就跟走啊石虎，意思讲咱做一个保育啦吼。我搁做一只田螺，做大只，2米大，就咱皮能轻点，爱风吹就会害者。这就是我即摆咧推广，现在要做这。动漫，我感觉要用视觉上，用咱看去做推广，讲这就是动漫。我有大项的，其实你要算细项的，我嘛细项的。我透过这公共艺术了来推广这动漫的另外一个方法。对。当然啊，这2位老师恁收呢这么多宝贝吼，恁对这物件恁一定有迄个热度心啊，迄个爱迄款感觉，要请教江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这物件吼，伊带互你吼，会当算是讲是你的精神上的粮草啦吼。所以对你来讲，这物件呢，不管是对你，还是讲对咱这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款的意涵？其实我自细汉看阮爸爸收即寡佚佗物啊，感觉我家己的兄弟姊妹共款，看伊大汉的，所以我家己咧想讲吼，佚佗物啊甲人的关系到底是啥物咧？算起来那会才好算，若无算起来，放喺遐的时阵，感觉佫还好，那一算起来感觉就趣味的。所以阮后壁拢咧想，阮收的毋是一项一项的玩具，阮收的是逐个人的囡仔心，逐个台湾囡仔的囡仔心，甲迄个时代记忆，所以阮博物馆要做的代志。对，就是囡仔心，一个纯真的囡仔心。是。那老师你咧？其实我讲动漫这个人，就是你对大家讲就讲有胜利，对有感情。有感情，你大汉有记忆，伊就去怀念这物件。台湾动漫其实就是爱透过囡仔来耍。耍了有感情，后摆咱台湾的动漫就是一代传一代，拢袂消失，而且像我这种特情人，会搁开发一寡更较新的，后一代伊嘛搁开发更较新的，所以台湾的动漫是全世界上特别的一个动漫。你认为迄个特别的点是伫倒位啊？伊特别，伊就是一个岛屿，咱台湾经过几个时代嘛，我头讲的就是殖民，咱的殖民，叫殖民吼。荷兰、日本，甲大陆迁代过来，过咱这个新住民，我即摆开始咧收着新住民这块。咱这就是一代一代，咱台湾是最特别诶，包容性最大的一个文化，所以伊的动漫足多样的。对，所以其实迄个多样的一个都市的环境啊，创造制造出咱其实咱们文化上，还是讲咱的生活当中，其实有愈来愈侪无共款的物件加入咱的生活，包含咱食的物件啦，咱用的物件，其实咱的包容度拢其实是足大的。对，今仔日呢，咱早遐尼侪只佚佗物啊来到现场吼，来当互咱的观众朋友想着讲，咱细汉的时阵呢，是伫咧佚佗什么款的物件，这物件也有因时代意义，提醒来观众朋友哦，这集看煞了后，爱赶紧去找找你囡仔时阵上届幼起的迄个记忆，也将你上届重要迄款纯洁的初心找到回来。也非常感谢2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多谢老师，多谢。谢谢嘉禾，谢谢。讲到古早时代的佚佗物，若有人讲到这物件，伊心肝头会小可甜甜。这个佚佗物会当互伊保留记忆快乐迄个过去。
讲到咱即摆囡仔，这3、4产品就赶紧甲伊接放去。赶紧来做属伊家己的七头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呢，用手来做，用目睭落去看，体验到每一个时代有不同款的趣味。也邀请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这是台湾快，咱再会。